最新嘅好多首先要講個壞消息嘅，就係玫瑰痤瘡本身係冇得永久醫治，我哋只能夠好好咁樣控制佢。但係好消息嘅就係咧，只要做啱以下我講嘅方法咧，其實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喺我哋初期開始發現自己皮膚容易泛紅，容易感到好灼熱嘅感覺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多多注意做好保濕、防曬呢兩樣嘢咧係好重要。我哋玫瑰痤瘡有咗呢個病嘅時候咧，我哋嘅皮膚嘅鎖水屏障就會開始變壞啦。就係好多人成日講話點解我成日做保濕、成日敷面膜、成日搽精華，但係都覺得好乾。咁當你發現其實玫瑰痤瘡咧進入咗第二期丘疹嘅情況咧，我哋就可能需要配合一啲藥膏啊，甚至乎一啲抗生素去處理。有兩隻藥膏我而家都係自己會成日用緊嘅。第一隻啦就係呢一隻，佢係減少紅啦同埋嗰個痕癢嘅狀態嘅。另外咧呢一隻咧就係直係玫瑰痤瘡適用嘅，可以幫助咧嗰個丘疹咧去減退。咁但係咧呢兩隻藥膏咧都需要處方嘅，需要見醫生先可以配得到。咁另外頭先講過嘅抗生素咧，亦都需要醫生去衡量唔同嘅抗生素咧係適合翻唔同嘅身體問題或者皮膚問題。咁到第三期啦，就係一個比較嚴重啲嘅狀況，皮膚長期嘅發炎啦，而導致皮膚開始變得粗糙同埋有增生嘅情況，就係大家常見到個鼻會變成一個酒渣鼻。其實個鼻係好難回復翻原本嗰個狀態嘅，我哋只能夠除咗配合抗生素啦、藥膏啦，亦都要配合一啲療程嘅治療。例如有一啲激光咧叫做脈衝染料激光，佢專係針對血紅素，可以降低血管增生嘅狀態，同埋可以截斷一啲血管嘅。不過咧血管咧係會自己識得再增生，所以咧我哋亦都要需要定期去處理、定期去做呢一啲療程咯。咁而 Enfusion 咧就係喺我1月發咗玫瑰痤瘡之後咧，其中做過嘅療程。另外一個咧就係 Plasma 啦，就係我哋嘅氮氣等離子啦。因為咧我喺嗰個時候皮膚係處於一個好唔健康嘅狀態，氮氣等離子就可以幫我細胞回復翻健康。而當我將呢個 Enfusion 配合埋 Plasma 咧，我就可以3個禮拜去翻而家嘅狀態。咁除此以外咧，都可以配合翻一個傳明酸嘅導入，因為傳明酸咧喺醫院裏邊做手術係做一個止血嘅功效嘅。咁但係而家咧喺醫學美容上面咧都會應用得到。咁我亦都做咗一個傳明酸嘅導入，去幫助我嘅微絲血管可以減少佢一個再增生同埋一個再發炎嘅狀態。我亦都咧做咗一啲任意酸啦，或者係杜鵑花酸，可以去幫助嗰個丘疹嘅。咁而家呢一啲點樣去處理，或者應該點樣去配搭咧？咁我哋必須要因應唔同人嘅狀況咧，去配合翻唔同嘅療程去做處理嘅。所以有玫瑰痤瘡其實係咪療程刺激嘅唔做得，加熱嘅唔做得？其實我全部都有做，喺穩定嘅時候做，係乜嘢療程都做得。但係當皮膚喺一個唔穩定嘅狀態咧，我哋就要集中啲去做一啲保養。所以咧，我可以同大家講，玫瑰痤瘡係一啲都唔恐怖嘅，只係需要有一個正確方法處理，一樣可以好似我嘅皮膚咁健康嘅。